今次介紹嘅行山路線係 D10屯門藍地尋妙法，行程分兩段，由華發遊樂場出發，經麥理浩徑第10段、屯門徑、虎地同埋藍地水塘，至終點妙法寺。沿途為泥路同埋混凝土路，景觀開揚。路線全程約6.8公里，攀升高度約460米，下降高度約480米，全程需時約3小時，難度評級為1級，屬易行路線。至於裝備方面，建議穿着有護畫同埋抓地力較強嘅行山鞋，並攜帶輔助器具，例如行山手杖等，有需要時使用。要前往起點華發遊樂場，可以由港鐵屯門站 E 出口，經商場扶手電梯步行至地面，再過馬路之後，喺德正圍巴士站乘搭往大欖方向嘅港鐵巴士 K51號，班次大約10至15分鐘一班，車程約10分鐘，喺恒豐園落車，沿華發街步行大約5分鐘就係起點。行程結束之後，可以乘搭輕鐵610、615或者751線前往港鐵兆康站離開。此路線初段同埋後段都設有洗手間，補給站就只設於後段，建議大家出發前準備足夠嘅乾糧同埋食水。行程第1段，華發遊樂場。麥理浩徑第10段，屯門徑，喺恒豐園落車，沿華發街方向步行大約5分鐘，就會到達行程起點華發遊樂場。呢度設有洗手間。行至遊樂場出口，左轉，沿石級上行，前往麥理浩徑第10段。梯級嘅盡頭係屯門燒烤區，呢度設有涼亭，可以喺呢度稍作休息。經過涼亭之後左轉，路旁設有流動洗手間，接上麥理浩徑第10段。沿途會經過多款健身設施，亦都可以一覽屯門市區景色。按路牌指示左轉，穿過大欖郊野公園牌坊，喺分岔路靠右行，接上屯門徑。前行至涼亭，可以喺呢度稍作休息。行程第2段，屯門徑、虎地、藍地水塘、妙法寺，續走屯門徑，沿斜坡10級而上至分岔路，按路牌指示右轉，往虎地村方向前行。繼續沿山路上行，呢個路段較為崎嶇，路面凹凸不平，請務必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喺分岔路靠右行，行至另一個分岔路靠左行，之後係較平坦嘅路段。喺分岔路左轉，接上混凝土路，沿石級上行至山頂，呢度景色開揚。喺分岔路靠右行，行至另一分岔路，靠右沿山路繼續前行，進入下坡路段。
喺分岔路安路牌指示往虎地村方向前行。途經標距柱 C6502，可以喺呢度眺望附近連綿起伏嘅山巒。行至分岔路，按路牌指示靠右繼續下行。喺另一分岔路左轉，穿過虎地郊遊徑牌坊，抵達虎地燒烤區。呢度設有燒烤爐、休憩設施同埋流動洗手間。穿過燒烤區之後右轉，沿混凝土路繼續前行，冇幾耐會見到右方有下坡路口，按路牌指示沿石級下行，續走虎地郊遊徑，好快就會到達藍地水塘。藍地水塘喺1956年落成，係一個灌溉水塘，連接屯門河。走過藍地水塘堤壩，喺分岔路左轉，沿石級下行，之後係較平坦嘅路段，穿過小路，繼續靠右前行。喺分岔路左轉，沿天橋下方嘅行人路前行，沿途有食肆可作補給。靠左繼續前行，就會到達今次行程終點妙法寺。妙法寺始建於1960年，係香港著名嘅佛寺之一。喺妙法寺前方過馬路，按路牌指示左轉，前往輕鐵藍地站。乘搭輕鐵610、615或者751線至港鐵兆康站離開，班次約10分鐘一班，車程約3分鐘。今次行程到此結束。如果你嘅智能電話已經安裝可以使用 GPX 檔案嘅相關遠足應用程式，可以掃描畫面顯示嘅二維碼，下載 D10 屯門藍地尋妙法嘅路線資料，或者瀏覽行山樂網頁獲取更多遠足資訊。行山有益身心，但保護大自然同樣重要。請謹記無痕山林7大法則。